There is a video circulating on the internet right now. A Nigerian graduate standing before his class in China, delivering his valedictory speech entirely in Mandarin. No subtitles, no hesitation, just fluency that shaped the room. His name is Nnabuike Chisom, and this is the speech that has put Igbo excellence on global stage.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尼日利亚的硕士毕業生齊雲松，站在今天畢業典禮的舞台上，我的小心臟噗噗直跳。2年時光轉瞬即逝，我這個非洲精神小伙一晃就成了半個武漢啊！在我們國家有一種植物叫 cassava， 也就是木薯。從一個礦泉水瓶這麼大長到我這麼高，只需要短1個月。在我眼裡，飛速發展的武漢與蓬勃奮進的中南大，正如木薯一般生機盎然。武漢每一天不一樣，母校讓人念念不忘。最讓我念念不忘的是獨屬於中南大的溫柔。中南大的溫柔不是轟轟烈烈的經驗，而是藏在日常煙火裡的小確幸。這裡有老師的耐心引導，同學的真誠陪伴，食堂師傅的菜手從來不抖，保潔阿姨每次碰面都會熱情嘮嗑，他們的問候很有溫度。見面不只是一句吃了嗎，還有最接地氣的靈魂拷問。小伙子多大啦？有對象嗎？天熱要多喝水。瞧你曬得這麼黑。那一刻，我徹底明白，所謂他鄉變故鄉，不只是因為一路的風景，更因為這群溫暖善良的人。在此，我衷心感謝中國，感謝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感謝母校。以包容開放的胸懷接納外籍學子，讓異國他鄉變成溫暖的第二故鄉。讓我魂牽夢繞的還有中南大的食堂和學校旁的小吃街，這裡藏着鮮活的煙火氣。土豆碎、魷魚絲、鮮榨果汁羊肉爽、臭豆腐、螺螄粉，聞着臭來吃着香。小吃街吃貨多，不如食堂吃得好，味道好，價格低。中南煙火意蘊藏，意蘊藏。最讓我震撼的是中南大獨有的鬧中取靜的力量。圍牆之外是熱鬧的集市，一旦走進校園，滿眼都是步履匆匆的學子。中南大的學子即使身處鬧市，仍然堅守本心。受環境的熏陶，我也摒棄浮躁，潛心向學。在這裡的2年是我人生中成長最快的2年。我參與學校國際文化節，攜手各國同學參加挑戰杯競賽，在足球場上揮灑汗水，站上世界舞台斬獲漢語橋故事會全球總冠軍。跟各位報個喜，我要繼續留在中南大攻讀博士。得知錄取消息那一刻，我的耳邊仿佛響起了 BGM。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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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噠噠噠，我感覺自己騰雲駕霧，跟齊天大聖似的。但我知道，這還不是我的人生巔峰。中南大的路修得很寬，它一定會讓我們走得更遠。一株非洲木薯扎根華夏沃土，便能向陽生長。中國以開放胸襟搭建國際橋樑，中南大用教育紐帶連結5洲情誼，我們相聚在這裡，互學互鑑。
願我能成為中非友好使者，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添一份力量。我相信文明不分國界，青春不分膚色。我相信熱愛衝破地獄，奮鬥跨越山海。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邊，讓生活更新鮮，每一刻都精彩萬分。I do believe。謝謝大家。Stories like this deserve to be seen and celebrated. If you want more of them, then subscribe to Enuani Cultural Forum. Let's keep telling the stories that make us proud. Enuani.